期間，美軍死傷最慘重嘅戰士舉行咗盛大嘅儀式。鄧小華報導。美國總統克林頓尋日喺華盛頓出席硫磺島戰役50週年嘅紀念活動。喺致辭時，表揚有份參與呢場戰事嘅美國海軍為國家同人民所作出嘅犧牲。They departed on a journey to places they had never heard of, to confront dangers they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but they never wavered or faltered. And when they were done, our liberties and our homes were safe again. 克林頓後嚟要求幾千個參與過硫磺島戰役嘅退伍軍人起立，接受全場歡呼。而空軍8架戰機亦飛過會場上空，向呢批退伍軍人致敬。克林頓最後向紀念碑獻花，悼念喺戰事之中陣亡嘅美軍。喺1945年嘅2月19號，75000個美國海軍喺戰艦同戰機掩護之下，進攻日軍位於太平洋硫磺島上面嘅基地。由於硫磺島係一個火山，山路崎嶇，加上日軍頑強抵抗，戰事足足打咗36日，美國至勝利，但亦付出咗好大嘅代價，有6800幾個美軍陣亡，成為美國喺2次大戰入面傷亡最慘重嘅一場戰役。無線電視記者鄧志華報導。